咩问题就咩不客长，侬客长片面话行里面的这种侬客长片面话，耶稣表面那这表面的不看这心态，耶稣就表面，耶稣就表面那这表面呢，表面的不看这心态，心将来能命，心将来能命。耶稣呢？耶稣就表明能这表面呢不看这心态，心将来能命就好起来了，爽朗清朗啊，清朗。耶稣就表面进去，能这拿着表面病人，捏不手，牵就牵，牵这心牵起身来，心将来是方言，带来个方言。本来能命就是清朗起来，就是好起来，就觉得感觉很清爽啊。耶稣就表明，那这表面的不看见心带心将来能命，就朗起来，朗就清朗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，海来能量不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